大大好朋友，爱订我频道。做伙来画图。较早，我是牛仔可可啊，今仔日要教大家来画四角形。看四角形，阁会当画啥？囡仔兄、囡仔姐，恁准备好啊未？好啊！咱做伙来画图。咱先摕水色来画，水色画一个正四角形，四条拢平长，内底画一个环的，一条直的。这是啥？我知影，这是虫啊。对，是虫啊，会当为虫啊看外口的风景。刷落来，咱摕咖啡色来画，咖啡色画一个长条形，边仔遮阁画一个细的圆，这是啥？我知影，这是门。门毋对，这是门。若要出去，拢爱经过大门。上尾，咱摕铺的来画，铺的画一个长条形，着往较悬的所在画一条滑的线，顶下阁加两个细的长条形，这是啥？我知影，这是冰图。对，足够哦。冰图会当冰足侪只的。咱今仔日画真侪四角形的物件，囡仔兄、囡仔姐，换你想看觅，四角形阁会当画啥？欢迎家己画图翕相，寄 email 给阮，也是通过呆呆 Friends 的面册专页。多谢。嗨，若是你有介意大大好朋友的影片，请甲阮取赞、分享、订阅频道。多谢。